恭喜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兔年啊，一家就最欢喜、最快乐嘅日子，大家要相對嚟到屋企裏拜年，相對恭喜，相對祝福，就是最快樂。嗱，喺呢啲用最快樂，大家冇跌係因為到世界嘅現今，即係個千人少年18、14節用講到。最快樂嘅人都係要思想、要尊重上帝嘅人，而且思想要尊重、要尊重上帝嘅人都係最快樂。但係硬心嘅人思想不得到傷害，但係啦，硬心嘅人，但係唔係同人講，唔係同人教，唔係同人話，套路人家講嘅自己係唔係同。所以硬心嘅人會跌落傷害，人類每一人都會做錯，因為到咧羅馬書3:23都講係家啲，兩種人都跌落罪惡嘅方面，冇喺上帝嘅功用。嗱，何睇上帝嘅愛安排？睇呢個羅馬書3:24節講係家啲，透過上帝嘅恩典，係家得到拍得跳，係咪人相信之啥？拍得跳意思，唔是人班人做，上帝做了本自家相信嘅、信任嘅，自家得跳，自家嘅錯本是下面係，自家嘅嘴本是下面係，自家變義人，哪個都係最快樂，因為喺上帝嘅面前，自家冇錯了，自家認為義人了，所以呢個聖經講最快樂，就係思想要尊重上帝，思想要相信上帝，信心自己，自家得到永遠嘅快樂，因為自家啲啲世界嘅快樂，各樣嘅快樂，各樣嘅歡喜喜樂，都係甜時嘅，熱時未過hết，係上帝嘅快樂，上帝嘅喜樂，嗰都係佢係永遠嘅，所以我條路總通嘅姊妹，唔好硬心，謙卑相信耶穌基督都係最快樂，上帝祝福，阿門。